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个碧桂园最新年报亏损收窄82.5%， 3年累计交房170万套。3月30号，碧桂园发布最新年报，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总收入约2528亿元，合同销售金额472亿元，权益合同销售面积约492万平方米。总体来看，2024年实现减亏，净损失额同比2023年收窄82.5%。经过与债权人多轮沟通，境外债重组正在有序推进中。尽管公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碧桂园商品住房交付量仍维持位居行业前列，近3年累计交房170万套。有房地产业内人士说从2024年年报看，碧桂园利润数据出现筑底迹象，无论从团队管理、资产状况，还是家族支持以及企业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公司发展内在动力仍然较强，尤其是核心管理团队稳定性和高效的执行力是其重要支撑。目前不少房企正在遭受暂时性财务困难，唯有积极履行企业责任，才能有望重振旗鼓。这个只能说碧桂园在努力保交房。只是说碧桂园是不是见底回升能不能活过来，现在不仅言之过早，而且还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甚至有点想当然了。房企的惨，对吧？你不是仅仅看到这个今年好像没有亏损，或者亏损少了一点，你这么静态的去看，有点刻舟求剑的。很有可能碧桂园2023年的年报它把它坏账一把计提掉了，所以造成2023年亏损比较多。那2024年呢，显得亏损就少了一些这就是说类似这种财务手法你要看大环境，对吧？你要看它的核心数字，他现在一个月卖的这个房子是他以前的1/10都到不了，也就是他的房子很难去化，很难变成钱，谁能帮他？我们再看另外一组数字就是作为宇宙第一房企，它的员工数量变化。2021年碧桂园是35000人，2016年对吧？这个就是5年它人数增长到94450人，2017年124837人，2018年131387人，也就是从2011年到2018年，碧桂园的人数增长了10万，它的员工数2019年它的员工数开始下降，这个时候是少了3万人，变成10万零1784人。再过了5年呢，就2024年，碧桂园的人数只有29261人，比13年前还要少6000人，员工的急剧萎缩，是不是也会让它这个叫亏损是不是要缓解？咱们一直说在渡劫的房企非常多有万达，有万科，有融创，有花样年，日子都不好过，咱们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再看看针对最近这个一线城市核心地块，很多开发商都溢价拿地那个楼面价都已经接连创新高。针对这个现象犹如这个在杭州拿了地王的这个建发，他回应记者的提问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为何2天连拿成都、杭州地王？建发房产回应：3月27日和28日，建发房产分别在成都和杭州竞得2块高价地块，成为两地新晋单价地王。成都是那个楼面价4万1每平米，溢价率是106%；杭州是8万8每平米，溢价率是115%。这2个都是建发拿的。3月29日，建发房产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杭州、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房地产趋势长期看好，地方政府在供地策略上愈发注重核心区优质地块释放，这类地块抗风险能力强，自然引发开发商争夺，所以溢价率较高首先这作为开发商他承认这个地方是核心区优质地块，总体上这种地块抗风险能力强，因为它毕竟是掐那个韭菜尖儿，对吧？这些房子不是卖给那些刚需韭菜，这个和那个招商蛇口的董事长说的是一样豪宅不愁卖。你看这个马上就有专家说了重点城市楼市2季度有望持续复苏，这是人民财讯报道。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支持下，1季度房地产市场总体筑底企稳，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成交同比、环比均出现增长。
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创2021年下半年以来新高，多个核心城市土拍热度较高，楼面价创新高。科尔瑞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杨科伟预计说2季度新房市场成交规模或将逐步复苏，绝对量好入1季度水平，同比持平或小幅微增，延续复苏走势。二手房市场成交仍将延续稳中有增态势，市场份额占比仍将进一步上升，回暖程度有望好入新房。专家说2季度有望持续复苏。我们看看这个南京这个楼市有没有复苏有没有企稳，我们还是看地方政府它有没有继续救市。如果它继续救市，那就说明药不能停。所谓的回暖，所谓的企稳，不过是一个幻觉。这个江苏省是个经济大省，经济发展是相当不错的，在全国肯定是首屈一指那江苏各地是吧？最近推出来政策呢？你看无锡马拉松对吧？这个参赛的人买房都可以得到这个比较大力度的优惠，对吧？这我看最多还是8万嘛。苏州呢推出按揭贷款前5年你只还利息，对吧？5年以后开始还本金，这什么概念？今天这个南京又出台救市措施。3月31日，南京全面取消限售。不仅南京取消限售还有1亿元助力买新卖旧。南京市推出住房7条。3月31日，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推出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这7个方面咱就不说了总之就是全面取消住房限购，1亿元助力买新卖旧，房票全程通兑，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针对年轻人的在宁置业特色金融产品。这个南京救市的力度还越来越大。不过让我吃惊的是怎么南京到现在才全面取消限购呢？我记得去年9月份这些城市不都已经全面取消限购了吗？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北京、上海还有限购你其他的城市赶紧放开你还限购有什么意义？这不是踩着氧气管抢救病人吗？但是这个楼市实际情况我们看一看，这个有些 UP 主他怎么说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老段说北京法拍房，这个 UP 主好像他是专门研究专门盯着这个法拍房的，认为法拍房能捡漏。你看他对楼市的一个看法，大家看视频今天咱来唠唠2024年咱国家的财政情况，顺便聊聊大家都关心的房产市场。2024年咱国家财政收入呢是28.7万亿，支出呢38.7万亿，这一进一出整整呢差了10万亿。这财政的收入呢主要有3大块。先说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这主要就是税收和非税收入，有21.9万亿，比上一年涨了 1.3%。但这里的没道可多了，税收是11.4万亿，反而比上一年降了 3.4%。要知道咱们的 GDP 呢可是增长了 5%， GDP 往上走，税收却往下掉，这说明啥呢？说明咱老百姓和企业实际挣钱的情况呢不太乐观。你看增值税呢是 6.6万亿，降了 3.8%， 企业所得税呢4万亿，降了 0.5%， 个人所得税呢 1.4万亿，降了 1.7%。 企业所得税降了，说明企业呢没怎么挣钱；个人所得税降了，要么是大家收入没达到交税标准，要么就是收入少了。不过呢国内消费税呢 1.6万亿，倒是涨了 2.6%。 这消费税呢主要就是烟酒、汽油、奢侈品这些。看来这些定价垄断的行业呢日子过得还不错。非税收入呢 4.4万亿，涨了 25.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涨了 1.3%， 全靠非税收入撑的。再说说卖地的收入，也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 4.8万亿，比上一年降了 16%， 降幅不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就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 6783亿，不到1万亿，占比低，不过呢比上一年涨了 0.6%。 说完财政，再来聊聊房产市场。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呢很不稳定，以前那些房地产巨头好多都爆雷了，像某大、某创、某原，曾经多风光现在债务缠身，某大更是欠了2万多亿，好多楼盘停工，连累了无数的债权人，小包工头呢也拿不到工程款，日子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二手房市场
和法拍房市场竞争就激烈起来了。对于咱老百姓来说，法拍房的优势呢可不少。首先是价格，法拍房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起拍价就比市场价低不少，有的呢能低1-20万甚至更多，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其次，法拍房呢房源选择比较多，从市中心的小户型到郊区的大房子，各种类型各种地段都有。而且现在的法拍房的交易呢也越来越规范了，有司法平台保障，只要咱提前做好功课，了解清楚房子的情况，就能放心的竞拍。相比之下呢，二手房市场呢价格呢可能比较坚挺，而且呢交易流程呢可能更复杂。总体来说呢，2024年财政收入的情况呢反映出挣钱不容易，房产市场呢也有新变化。法拍房呢给咱们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购房的选择，大家呢要是有买房的打算呢，不妨多关注关注法拍房。他认为房地产巨头暴雷，法拍房成为新宠。在北京可以捡漏法拍房。当然，这个是一家之言啊，只能是仅供参考。我个人建议啊，你普通韭菜不要轻易去碰这个法拍房，因为毕竟里面很多坑啊，对吧？你是防不胜防，你只要踩一个坑就有你受的。说到买房踩坑啊，这个坑啊多到不计其数，对吧？每一处都有坑，坑还不一样。这确实啊，你买房真的是防不胜防。怎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北京通州啊，这个又出现怪事啊，也不能叫怪事啊，也就是买房中间遇到的坑，让这些业主啊闹心。这个是澎湃新闻报道啊，说数百万新房窗外是几百座坟，就是你能想象到，你满怀信心的，对吧？花了几百万买一套房，北京通州啊，反正你没有海景房，你也没有湖景房，你顶多能看到什么河景。但是你能想象到你花了几百万，你买的是个坟景房吗？推开窗户，对吧？对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墓碑和坟墓，对吧？一到这个清明节，你看啊，清明节到了，那山上还挺热闹，你敢想象吗？这个澎湃新闻说啊，业主被忽悠，开发商建15米高墙，说通州区金地北京一街区多位业主近日向北京晚报反映，新房交付在即，却发现期待中环境优美的绿地洋房竟然成了坟景房。打开窗户，眼皮子底下就是几百座坟，最近的住宅楼距离坟墓仅30米。业主顿足惊呼，被开发商的一纸迁坟公告忽悠了。业主王先生带记者来到小区外的墓地，几百座墓碑高低错落，坟墓之间很紧凑，一些墓前还摆放着祭品。那可不嘛，现在清明节了。根据碑文，记者注意到这些墓碑中较新的立于2024年。据了解啊，说金地北京一街区由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1年开工建设，以低密度洋房为特点。那你看这个就是改善型啊，低密度洋房嘛，那都是很多这个买了一套房的想改善，买了这个2套房。目前1期、2期住宅已经完成交付，3期6号地块预计于4月30日交房。业主黄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2023年购买的该小区期房，当时房屋仍在建设中，只能看到小区大概的位置。他在考察周围环境时，并未发现小区南侧一路之隔就是坟地，当时工地周围都做了很高的围挡，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啊，他说合同中的项目周边不利因素条款中确实提及了小区东北侧及南侧各有现状陵园一处可能存在视线影响，但并没有说明具体位置、面积和距离。销售人员也没明确提示过，直到临近交房去了现场，从楼上往下看，我才知道墓地居然距离这么近。多位业主对记者表示对于小区南侧的墓地并不知情，且购房时销售人员从未提及此事。有业主说签合同的时候，销售人员一直说合同是有关部门审核过的制式合同，没有问题，也无法更改，而且合同签署时间很短，厚100多页合同，要签名的地方特别多。关于墓地的内容就几句话，在很靠后的位置，也没有加粗或突出标记，都没注意到就被催着签完了。也有部分业主说自己在购房时
已经获知小区南侧一处墓地，所以特意进行了咨询，但销售人员信誓旦旦地承诺墓地一定会迁走，我才决定缴纳购房款的。交房在即，当年承诺的迁坟却丝毫没有动静，业主纷纷联系售楼处。李女士说售楼处销售人员还是坚定地表示一定会迁走，只要在谈到迁走具体时间时模棱两可。心急如焚的业主四处打探，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被开发商忽悠了。事已至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开发商相关负责人对业主解释称金地公司自开发建设后一直努力同相关部门协商，也愿意通过投入资金或其他方式推动解决此事，但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目前仍然未能达成。对于此前销售人员承诺入住前迁坟一事，该负责人辩称公司没有故意误导业主，口口相传，有人这么说了，销售人员可能就觉得这么回事吧。这是北京晚报报道的，这个澎湃新闻转发这个坟井房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突出，所以我来谈一谈这个现象我认为首先大的背景是房价在下行，矛盾突出，或者房价下行导致业主心态不稳。这个坟井房只是一个导火索。我们想象一下他这个房子是2021年开始建设，2023年开始卖业主一买，2025年现在房价涨了50%，对吧？当时是4万一平米买的，现在已经涨到6万了。我想问一下，这些业主他还会闹吗？闹的话，人家开发商说了，你把房子退了吧，我把押金退给你，我把你付的钱还给你，退房吗？开发商顶不济这5万卖出去，人家还赚钱。所以你记住了，这些都是房价下行导致的。你看这房价他现在4万买的，现在恐怕只有3万8了，或者3万5了。我这举例子然后再推开窗户一看见坟，前面都是坟那你说他心情能好得了吗？这是双重打击为什么当时合同上明明写着，对吧，有陵园，那他们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呢？作为你业主，对吧，你买房你要问那陵园在哪儿？我去看看。有的人说这附近有陵园，这房子我就不买了，管他能不能看得到，因为感觉住在那儿瘆得慌，毕竟心里不舒服嘛。有人忌讳这个，他就不买了。为什么？对吧？这合同里有，而且很多业主也看到了，但是不以为然，恐怕还是那种感觉房价要涨，对吧？被中介忽悠的，对吧？这个房子要升值，低密度洋房，对吧？这是稀缺，你一买就要涨价，结果现在2年过去了，不仅没涨，反而房价恐怕在跌。开发商，对吧，就是忽悠了这个业主。所以我觉得首要原因反映出是房价没有预期中涨，甚至还跌了，所以业主就开始找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明城市发展的快，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通州那个陵园坟地，我告诉你，那以前肯定是特别偏远的郊区特别偏都没想过城市会发展到那儿。但是随着城市像摊大饼一样的摊把这个都摊到那陵园边上去了，盖房子盖到那儿去。这个通州的面积其实很小通州也没有什么说还有富裕的地方，因为隔着一条河就是河北了，那边就是到了南边就到了跟亦庄交界，面积恐怕还没有加沙大，所以说摊大饼摊着就摊到这个陵园边上。那既然城市已经往外扩张，所以潜在的我们只能说潜在的有可能这些墓地陵园它有外迁的可能。往哪儿迁呢？恐怕就迁到河北去了，在河北找地方。但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你想迁坟比那个旧城改造比拆迁恐怕还要难。为什么这么说你这个去过北京人都知道，我们往前推100年200年，你想想这个大望路那个现代城那个华贸中心那个地方叫八王坟，那就直接就带坟那现在是中心区，那是以前就是坟地你西边，对吧？西三环那儿叫公主坟，还有索家坟，什么齐家坟，各种坟但这带坟的这个地名就在3环以里什么概念？你通州都跑到6环边上去了，有坟地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以前在北京我印象中在哪？在朝阳的那个双桥，我在双桥那个里面小区以前不是搞那个本地生活吗？租了一个库房，那就是小区正经的小区当然有点像是回迁房。那个小区后面院子里就在后面院子里面花园里面还有2个坟，那你说那才叫瘆得慌呢。我也问了那个房东说好像当时就是迁不走，那个坟就这么留下了。这可是在5环和4环之间5环外。所以买了这个小区的人如果你现在推开窗户就是坟井房，对吧？或者你这朝向是另外一个方向，你看不见坟井，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总之你的小区离坟墓就30-40米，就隔条马路，这个只能怪自己当初买的时候啊轻信了开发商。关于这个坟的搬迁啊，我就亲身经历过。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我在2003年我在北京买房，那是20多年前，我看的第一套房子就是北京站边上往东便门的南，那边上还有一条河，那个小区叫什么我忘了，反正离北京站非常近。当时房价只有6000一平米，我觉得这房子挺好的。那个销售给我在介绍，结果一会儿啊，我就感觉这个地啊轰隆轰隆轰隆响，就是火车啊那个铁轨离那个小区啊好像就只有100多米，火车一过，那个感觉地都在晃。当时我就觉得这不行啊，北京站的火车好像往北走的吧，都通过那儿，不是出站的好像都要通过那个地方。我这一天的多少辆火车，然后我就问那个销售，我说这火车天天这么过，那都多吵啊！那个销售立马给我打包票啊，他说你还不知道吧？北京站马上就要搬到通州去了，这个北京站要拆。当时我就觉得这不可能啊，这北京站它是历史建筑啊，对吧？这个怎么可能会拆呢？他说好像5年之内吧，早就规划好了，5年之内就搬走。那是2003年北京站要搬迁。你看啊，就是为了卖房子，那开发商的销售那随口就来。我说那既然北京站搬迁，那肯定政府有公文，对吧？有决议，有通告，或者至少新闻有报道，找出来给我看看。他说没有，他这个都是叫什么内部资料。总之他编各种理由告诉你这个北京站就要搬走了，但是我不相信，所以就没买。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跟大家说啊，我没买，我现在后悔了。当然后悔也没那么严重，就是说如果我当时买了那就更好啊，因为当时6000一平米啊，那现在那房子的最少的12万，最低，对吧？那不都涨20倍吗？我在通州买的房，当时3000多一平米，它最高也只涨了10几倍，10倍，顶多15倍。但是那个北京站边上的房子，那它涨了这个20倍、30倍，也就是它那是龙头，涨的会更多，对吧？我买那房子100平，那要60万，60万涨个20倍，涨30倍是多少钱呢？就像炒股一样的啊，对吧？我是重仓。你跑到通州买个100平的房子，你才花30多万，涨个10倍，你才赚多少啊？是不是这概念？所以当时如果我要是上当了，反而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算，不要斤斤计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个我以前直播的时候都说过啊。这个坟井房啊，怎么说呢啊？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住习惯了也一样，因为我们脚下每一寸土地啊，你要往前追溯，都恐怕都埋过人，对吧？这个农村里很多人盖房子，尤其是啊，你比如说那个陕西啊、河南这些地方，那农村盖房子，他那个农村房子下面恐怕就是个墓，人就住在墓上，他自己不知道啊。农村打地基顶多打1米，或者打个，对吧？他打的不深啊，其实下面恐怕就是个古墓，住的不也挺好的吗？所以说啊，他只是心里不舒服，习惯了就好了啊。晚上不要出去瞎溜达，对吧？大清早不要出去跑步跑那儿去，然后如果实在想不开，对吧？每天推开窗户，你看看那个墓地，人生走到终点就是那样，都是往那一埋，对吧？或许啊，有助于，对吧？你解决你的这个内卷、内耗、焦虑，不也挺好的吗？那个墓地啊，陵园，它不是简单的墓地啊，它是人生的一个句号，就到那儿结束了。然后清明节，对吧？后人如果有时间，恐怕就去看一眼，没时间就算了。所以说来说去啊，这些业主啊，还是自己，那主要原因是自己。你现在怎么解决啊？解决不了，你打官司也打不赢，对吧？你闹开发商恐怕也能让点步啊，给每家每户啊稍微给点补偿，那也补不了多少，恐怕就是物业费啊，给你免个1年、2年、3年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